罗西亚通过新法假电子批调兵，随假随成效要防盗兵，若是20天内无报道，就会防禁止出境。西班牙一个50岁女极限运动员挑战伫咧涂骹底一个人生活，成功伫磅空带500天打破世界纪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南韩今日举行安全保障对话，顶一届是2018年，已经浪5年啊。主要议题是北韩核威胁甲东亚的情势，显示两国关系搁再进一步改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一只警备船为着赶中国的渔船，头一届是超过西海北边的界线。南韩的海军发动10届炮火射击警告。这款情形到底是临时的状况，也是北韩调工咧试探起诉，要爱观察。英国《Times》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拍拼要改变民众讨厌数学的情形。伊强调，大家拢爱有基础的数学能力，但是数学上过歹，就会阻碍经济发展。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ChatGPT 推出了后 ，Google 搜寻器的领头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所以 Google 规划伫咧搜寻器增加4项新功能，以及5月推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机密文件泄露。罗西亚经营假口罩的企业讲，因的假口罩简单一拍去互抓到，互大家是真烦恼。讲这罗西亚利用假口罩散布假消息的情形愈来愈严重。罗西亚扩大调兵，顶礼拜是通过新法要假电子批调兵，这是随假随成效，唔免搁等本人签收，目的就是要防止民众嫌做兵。若是20天内无报道，就会防禁止出境、吊销驾照、禁止转移个人资产。未少人听到这款消息，是赶紧找非政府组织斗相共，因惊讲若是去参军会无命，不过若是无去，政府嘛会想尽办法对付因。俄罗斯总统普京顶礼拜五签署所谓征兵法案，未来征兵会透过所谓系统发送电子征调令，收到兵单的役男将袂当出境，爱直接向征兵办公室报到。处罚进程伫两院真紧通过推测时，俄国为乌克兰特别进行春季大反攻做准备。Попробуют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больш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езонанса и выехать на призывниках и контрактниках. Но сейчас ситуация очевидно изменилась, и очевидно сейчас власть сделала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можно было. 过去俄国役男爱亲自收到纸本征调令，真侪人无想要去战场，拢会无顾着兵单，也是直接出国相比。采取所谓征兵了后，征调令寄出去当时就开始生效，海关甲公部门公布会有资料。20天内无报道役男会防禁止出境，搁吊销驾照甲禁止移转个人资产。安尼带动做动员，和俄罗斯民众陷入惊吓，拢在寻求非政府组织协助逃离征调。Число обращений к нам за помощью от те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хотят оказаться в армии. И вчера 660 человек у нас получили помощь. Да, и люди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знаете, перед таким выбором тяжелым, когд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у, либо ты пойдешь и будешь воевать и погибнешь, 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если будешь протестовать, то ты, ну, окажешься в тюрьме, причем по степени ужаса, знаете. 俄国当局是讲，所谓征兵甲上新的扩大动员行动无关联。那伫克里米亚地区，有万户民众对参军展现高度意愿。有分析显示，乌克兰可能会照着夺回克里米亚寻求突破。俄国最近继续伫半岛严防攻击，包括征兵甲修建防御设备。公司新闻牛眼编译。巴西无和西方国家做伙制裁罗西亚，嘛拒绝卖武器给欧盟，切断乌克兰的武器数量。本地巴西是无啥出声，保持中立。不过，自从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中国了后，伊种种的言论就互人认为巴西已经歪向中国甲罗西亚。顶礼拜卢拉就批评美国鼓励战争，佮指控美国甲欧盟有长冲突。卢拉佮召其他国家做伙成立一个集团政治集团体，讲是要帮助和平谈判。巴西总统卢拉结束中国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访问的行程了后，佮对乌克兰议题弹出好弹的想法。Io acho que nós temos que sentar numa mesa So we have to sit around the table e dizer chega, and say that's enough. vamos conversar porque a Let's start guerra talking.
拜六则批评美国鼓励战争，礼拜登去巴西进前，讲美俄罗两国无主动停战。美国和欧盟是到延长战火，仍讲俄罗战争两国拢有责任。伊呼吁目前无涉入冲突、国家加以讨论和平的国家头人集合起来，是一个政治集团体。 Agora é importante criar outro G20 para acabar com a guerra e estabelecer a paz. 巴西甲当时拢无加入西方国家对罗西亚的制裁，嘛拒绝备武器和欧盟帮助乌克兰，除了批评美国介入战争，罗拉顶礼拜访中国的时阵，佫提出贸易去美金化，呼吁金砖5国都是巴西、罗西亚、印度、中国、南非建立新的货币机制。对罗拉的讲法，华府是也未正式回应，但是有欧洲的媒体是因美国官员的讲法，讲美国政府对巴西放弃中立，佫倒过去中国和罗西亚迄边的态度是真不满。公司新闻市湾连编译。美国顶礼拜一发生银行的员工开枪弹死5位同事的悲剧。昨日阿拉巴马州个凶手撞入高中生的生日 party 开枪，上无是有4个人死亡，28人受伤。目前警方是无讲这枪杀案的细节，连这凶手是生是死有掠着无拢无讲，互民众是真惊吓。加上之前，美国这1个月内已经发生3件严重的枪杀案。What happened? 急诊室的头前是天湾救护车和警车，家属急家拢跑出来。伫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个小镇，顶礼拜6是发生枪击案。当地时间15暗时，枪手对一间当地办生日庆祝会教跳舞的教室开枪，欢喜过生日出变作规个拢会恐怖现场。 4 lives were lost in the tragic event that occurred here in Dadeville. As far as the injuries, there are 28 individuals that were injur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incident. 着枪过身的，佫包括一个当地社区真有名的骹球员，伊当阵是天妹妹在庆祝16岁生日，却不幸着枪死亡。 So close to the students and being one of the track coaches on the team, you know, I'm just lost for words, y'all. I really am. 但警方并无说明嫌犯开枪的原因。另外，嫌犯感觉活的、敢有风险嘛，拢无公布。但是强调当地社区目前是无威胁。警方嘛请民众提供相关的线索来厘清案情。 美国顶礼拜一则发生肯塔基州一个银行员工开枪拍死5个同事，这么恐怖的枪击案。3月底时阵，田纳西州嘛有枪手总日去学校开枪，造成6死。阿拉巴马州的生日 party 惨案，已经是最近第3件死亡的人超过4个大规模枪击案。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超过160件大规模的枪击案。公司新闻市湾连编译。 印度有一个有乌道背景的前国会议员，昨日咧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是互3个假做记者的嫌犯当场枪杀。这个画面嘛，互其他媒体放送出去，引起印度社会惊吓。 不担任世界地方议员，搁伫2004年进入国会印度前议员阿马德，2019年因为绑架人民党领袖帕尔谋杀案的目击证人双方逮捕，搁监禁伫北方邦普莱亚格拉吉的感觉，15伊甲小弟伫警方介护之下到病院进行检查的途中，互大批媒体包围访问。访问到19岁后生几工前伫一场小巴中互警方弹死的事件，阿马德回答到一半，枪声突然响起。阿马德佮小弟连续倒伫涂骹，现场陷入混乱，警方真紧制服凶嫌。地面上散落枪支，也有媒体摄影机甲麦克。警方调查了后指出，拢总有3名凶嫌行凶，枪手假做媒体记者，伫咧为阿马德的时近距离开枪行凶。अभी मैं उनसे लोग पकड़े गए हैं, कुछ असला उनके पास से मिला है. अभी उनसे डिटेल्ड इंटेरोगेशन किया जा रहा है. 阿马德有乌道背景，1989年转战政坛，35年来涉入的犯罪案件达到100件，多数是绑架、暴力攻击加谋杀。针对阿马德方遭击死亡，阿马德律师批评警方失职。कचहरी ले गए थे, इतनी बड़ी सुरक्षा थी, यहाँ पे मेडिकल चेकअप के लिए लाए गए तो उसमें 6-7 पुलिसकर्मी ही क्यों थे? एक इंस्पेक्टर दो. 北方邦小连续发生几件类似的枪击事件，形成治安稳休。印度的政治人物拍官司的情况不算罕见。相对
散车北方帮尤其较侪。根据印度公民团体民主改革学会 ADR 统计，印度派案的政治人物有几百人，而且骗局活动派我一半是部会首长。枪击案发生了后，北方帮随即下令禁止4人以上的公开聚会。警方也会伫阿马道的葬礼上全力警戒。公司新闻周淑芬编译。咱台湾中南部欠水真严重，即阵有一个名词号做突发性的可汗，意思就是讲这气候演变伤过紧，人类袂赴适应。根据美国科学周刊的资料，这款突发性的可汗毋但影响日常生活，嘛直接冲击农业甲生态。未少国家这几年发生严重的火烧山，嘛真有可能是因为这款突发性的可汗。对3月到4月，对西班牙东部的瓦伦西亚，到国较北边和法国边界的加泰隆尼亚，持续连续发生森林大火，和消防队是无用试试。专家更较烦恼的，就是会造成像那安尼烧连续一直烧的原因，就是因为气候的暖化和可汗。若是慢慢啊演化的，农作物和生态体系甲人类拢较会适应，但是研究看起来毋是安尼。If it's coming too quick, too unexpectedly fast. Then both the ecosystem, the crops and the society will not actually have time. It will struggle to respond or to adapt to the new conditions. 外电引上新的科学周刊的文章讲，突发性可汗的问题最近10档开始受到重视，包括欠水资源、愈接森林大火，拢和暖化有关系。A newer concept that's been around for maybe a decade or so is flash droughts, which start much more rapidly,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perhaps bigger impacts,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And they evolve rapidly because there are sudden deficits in rainfall, in precipitation, but also they're often accompanied by high temperatures that rapidly deplete the moisture in the soil through evapotranspiration. 规年拢会面对可汗的东灰，民众普遍粮食和营养拢无够，因为暖化造成突发性的可汗是愈来愈接，开发程度比其他较悬的中国和工业先进国家拢无法度避免。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西班牙一个50岁极限运动员弗拉米尼挑战伫咧涂骹底一个人生活，住差不多是500天，就是1年半。科学家认为讲，伫咧涂骹底毋知影天光天暗，空间有限，这是对身体甲心理拢是真大考验。弗拉米尼顶礼拜5已经出来啊，看起来精神真好，佮讲想要继续倒落去。挂乌金目镜爬出洞的弗拉米尼，笑眯眯甲队友爱相处，看起来精神是袂歹，佮讲声笑讲要庆祝一个。50岁西班牙爬山专家是伫2011年11月20日亲自伫西班牙南部摩特里附近的洞穴，伫70公尺深的土骹度过500天，不见天日的生活。期间除了有8天因为网络问题捌重回地面，家己一个踮伫布棚，其他日子完全甲外界隔绝。Ahora os puedo enseñar el salón de mi casa. ¡Buah! Mirar qué ves. ¡Buah! Ahí está el Belén. No sé si lo veis, pero mirad qué belleza. Voy a estudiar. 伊即摆洞穴之旅，目的是挑战人体极限。期间有一群科学家，包含心理学家、洞穴专家、甲体能教练，负责监督。伫咧无分日暝、空间受限的状况之下，对人的身心会产生什么冲击？弗拉米尼讲，伊将时间用伫运动围图、甲恰碰细胞啊，总共看60本册，啉1000公升的水。Y disfrutar de ello, disfrutar de lo positivo que te ofrecen las experiencias. De querer abrazar a alguien, de querer comerte unos huevos fritos con patatas, de todo. Para eso estás, para disfrutar. 就像这种正面态度度过洞穴日子，互伊成功完成这摆挑战。伊表示，伫洞穴当中，从来毋捌想要过放弃，甚至无想要转去到地面。即摆上想要做的就是好好洗身躯。伊团队表示，已经打破2年来伫洞穴上过金氏世界纪录。目前得到认证的困伫涂骹存活上过纪录，是2010年有33个智利甲玻利维亚探工伫涂骹688公尺的所在受困69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卖家具、家庭用品的瑞典品牌 IKEA 推出诺西亚市场，第一届诺西亚发动战争。之前有一间白罗斯的家具业者进驻诺西亚，名煞是号做瑞典家居，产品的风格甲 IKEA 嘛真相像，所以就风格讲根本就是仿的 IKEA。卖场内面放家具、碰椅，佮瓦甲顶这个灶卡用品，啥物拢有。对北都市来的家具公司瑞典家居，拜六伫个莫斯科开第一间门市。产品的风格是和 IKEA 有够像，基本都是针对 IKEA 来的。Во-первых, мы не IKEA, мы стремимся быть как IKEA. У нас свои бренды, свои товары. Да, есть какие-то товары. 业者是相信讲，因虽然有家己的品牌，但是有一成5到2成的商品是对 IKEA 来的。目前并无人禁止因安尼做。IKEA 原本伫个罗西亚是真受欢迎，不过普廷下令拍乌克兰了后无偌久，IKEA 就对其他西方企业退出罗西亚的市场。即马白老板的瑞典家居拍算要甲代替，开幕第一天就成足侪人客来。Скажем так, Икеи не хватало. Этот новый магазин, скажем так, приятное начало. 不过，真侪消费者嘛发现讲，瑞典家居的店面空间较细，价钱嘛较贵，一寡商品的品质甚至是较歹。У меня есть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дом икеевский, сделан он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Здесь и пластик не тот ходит, он туго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допустим, та же самая чеснокая вилка здесь есть, она тоже сделана гораздо хуже, у меня есть оригинал. 有民众认为讲，瑞典家居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业者是讲，因的目标是今年内伫个莫斯科开5间店，明年开始去罗西亚其他的地区开店。另外，正牌的 IKEA 虽然讲品牌已经退出罗西亚，但是 IKEA 集团营运的大型卖场美家，目前伫罗西亚共款有14间分店。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